唔使講一切都當挽救嘅機會。當然是有通個挽救，也毋過咧，我甲你考慮詳細，用在見面，若是你的女兒已經失蹤離去，毋知流落倒位，也無安尼，這個查某囡仔，我甲伊帶到倒來寒山寺，我有研究着，相信有法度互伊開口說話。師父，你也是咧講有道理，這個查某囝看起來這麼高水，我的查某囝又夠胖皮，伊甲我鼓勵伊玫瑰年紀上當，為着要彌補我思女心情。這個查某囝就接受，留佇咧這個廟事的所在，給你甲伊醫治啦。對，我將伊帶倒轉，伊就會當作伊是迄個查某囝，玫瑰一年也若無路，伊就會為盡心思，以一個情婦比較照顧伊。師父，就麻煩你咯。所以什麼麻煩？這是該的。我來到鞍山寺地家，假使你若是有什麼困難處，你盡管去鞍山寺找我。不是，若是有何困難的問題，我絕對會來到鞍山寺的所在，有勞師父你咯。要你開啊！因為我會做。啊！